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保守看顾阮，得到平安。阮伫无久之前有经历台湾的大地震，经过这个地震了后，检察院中间有人心情幽怨，也未平定。恳求主你赏赐阮平安。也互阮有平静安稳的心，伫今早起的礼拜中间，敬虔来向你祈祷，恳求主你赏赐真实的平安，互阮这块土地。阮即摆犹原有因为地震受苦的同胞。也阁面对着真侪困境，恳求主你帮助阮有智慧，会当互相扶持，彼此帮衬，共同来度过即过的难关，也互阮快快恢复正常的生活，伫即块土地顶面会当安居乐业。是阮的主，阮知世事无定着，阮只有专心倚靠你。求主，我用平静的心伫今早起的礼拜中间，甲你有亲密的沟通，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力量。阮特别也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我们无论现实、社会、事情、团工信息，拢平平领受你所赏赐的智慧甲恩典。今日，阮也要伫你的面前，甲你同齐祷，共守圣餐。求主，阮透过这个圣礼典，搁一遍来思考阮甲你中间的关系，会当专心倚靠你。专心信靠你，阮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互教会当扮演正确的角色，伫即个世代为你做光做盐，做见证，也通透过教会所推动的逐项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是阮的主啊，阮特别要为着台湾来祈祷。阮进前所拄到的困境，就是大地震所带来的影响。求主保守看顾即卖犹原的救灾的这救灾人员，伫救灾的过程中间，拢会咱得到平安，也互目前受灾的人会当赶紧得到安置，恢复正常的生活。有失去生命甲财产的，求主你亲自安慰扶持。特别求你兴起台湾正同胞，大家会听心，伫即个关键的时刻，会当透过分享，赶紧将台湾佮重新去建造起来，互阮会当过正常的生活。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也保守阮中间的一切。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万国啊，要称赞上主；万民啊，要学了伊，因为伊对咱是大慈爱。上主的信息永远遵循。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请咱这时做伙起立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69首，我的心神你就唱歌。兄弟，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三位一体，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受罗马尼亚出世，对温柔的道理来受苦，定死的死埋葬落入土。第三日对上永活，就你把这一段的上帝道理，你为了在心化我们的信仰，我信圣神，信中国教会，信徒圣光，最下辈有给我另外保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愿众人今早起来到你的殿宇来敬拜你。愿要用祈祷入你的门，用学乐入你的院。愿要感谢学乐你的名。台湾伫4月初3发生大地震，有侪受伤、甲死亡、甲财产的损失，愿主恩待。无得到，互阮无法度承担。阮感谢你保守阮的礼拜堂、三支安养中心、幼儿园甲新增礼拜堂，拢一切平安。愿感谢上主，你无限的恩典。愿深信伫你的内面有平安。伫世上，阮有苦难，总是阮通放心，因为你已经较赢这个世界。求主顾守医治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特别甲你重用的女婢，咱主灵长老同在，医治伊，互伊早日恢复健康。所祈祷你是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
愿众百姓受拣选，真最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我要真最宣扬迄个调阮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的上帝的大救恩。主啊，阮伫世间是人客，是寄居的，所以阮着爱禁绝肉体私欲，砍赢各种的罪恶，甲主持续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不断的祈祷，保持一粒敬畏上帝的心，寻求圣神的眷顾，甲阮同行。求主互阮的国家免去战争的苦难，互台湾成做东方的瑞士，和平的国度，伫这个世界最光最严，甲世界各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阮也要恳求主帮助阮一生行伫正确的正圣的道路，求主阮有教育的智慧，求主启示阮。互阮会通正确认捌圣经，努力追求上主的心意，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虽望阮无法度躲闪各种天然的灾害，总是凡事到头来，拢是要利益伫听主的人的心上。愿主圣神继续感动阮有怜悯人的心。用疼心好款待人客，接待至美事，互上帝国遍行伫台湾每一个角落。阮这是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祈祷。是要请咱做伙来启用。启文的第一篇就是诗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做侮慢人的位。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伊的叶也袂打去。歹人毋是安尼。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这是生活里要赞美，因要念的诗歌是圣体上。
咱做来共读上帝话，第一位的圣经是歌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4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伊所疼的，所以要用怜悯、慈爱、谦卑、温柔、甲耐心，做衫穿落去。恁中间有纠纷，要互相宽容，彼此赦免，亲像主有赦免恁，恁嘛要安尼相赦免。这以外，着搁加疼心，因为疼会互一切连结完全和合。第二个圣经是伫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佮看轻别人的人，有讲即个譬如：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另外一个是冒税的。法利赛人徛停停，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恐吓、处财、不义、淫乱，嘛无亲像即个冒税的。我一礼拜禁食2遍，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10。毋过，迄个冒税徛伫远远的所在，连抬头起来看天拢毋敢，只有对兄讲：上帝啊，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我甲恁讲，罪得到赦免，转去因兜的是即个人，毋是迄个法利赛人，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屈价家己的会受提高。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任牧师伊传讲的，是教会第8讲的信仰的学校的第4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信仰学校的第4讲。咱进前有讲过，保罗爱咱脱去咱生命中间歹的习惯，然后爱成就一个新的制服。咱有讲过，这制服的2项特质，第一项就是怜悯，第2项就是温柔。咱今日要来学习的，就是这个制服的第3个性质。就是谦逊，也是讲谦卑。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十分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会当帮助阮调整阮的性命。求主，互阮这个时刻会当平静阮的心，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利益。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古希腊的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有一个古希腊一个真好的发明家，一个真好的这个设计家。伊叫做达德罗斯，伊有真好的手艺，会当设计真侪无同款的物件。有一遍，一位国王叫做米诺斯，起做一个家乐，这家乐那是一个卖强同款，一般人无法度行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米诺斯伊的王后，有一个私生子生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件见效的代志。所以这米诺斯这国王，伊就无要互这件代志，互人知，就将伊这个王后的私生囝，带放踮伫这个戴德罗斯所起的这个
迷宫，就即个家牢内底来关起来。即件代志过了后，即国王米罗斯伊惊即件代志被泄露出去，这是见效的代志。所以伊嘛烦恼即戴德罗斯会将即代志讲出去，伊就将戴德罗斯甲伊的囝伊卡洛斯两个人关踮一个岛内底一个悬塔中间。因受关伫即岛内底都走袂出去。因为即戴德罗斯伊有真好的手艺，所以伊嘛有真好的发明，所以伊就用迄个焦虑的门甲迄个蜡就是蜡烛的蜡来黏两副石即两副石会当帮助因飞离开即个岛。所以就将即个石倒伫伊身躯顶，佮倒伫伊的囝即个伊卡洛斯的身躯顶。两个人就决定要飞离开即个岛。要飞进前这戴德罗斯就甲因囝讲爸爸甲因讲，咱等下飞出去的时阵有两件代志爱注意。第一件代志我即个石是用焦虑的门羽毛做的，所以咱等下咧飞的时阵，你毋通飞上离这海面上近万一这海涌来破水起来咱这羽毛若淡去了安尼就失去功能，你就落在水内底。这是第一爱注意的代志。第二件爱注意的代志就是讲你嘛袂当飞伤悬。你飞伤悬因为我这支石是用迄个蜡烛的蜡所固的，所以若伤过接近日头伤小的缘故会将即个石扬去你就无法度飞过。所以这两项代志你一定要注意。因就开始飞离开即个小岛，一边飞其实头起真顺利，后来飞一段时间了，这伊卡洛斯感觉讲哇，我家己已经会晓飞心肝就安尼真得意忘形就开始哪飞哪悬，哪飞哪悬，袂记起因老爸来交代的代志。结果飞离开日头上近的时阵，即个日头的烧将即个蜡扬去所以伊即个芯煞失去功能虽然看即个图就是即个戴德罗斯一边飞要去救因囝，这个无法度救因囝已经迄个石已经歹去，拢落在海内底，拢淹死伫海中间。这个故事其实甲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有真大的关系就是一个人毋通小过头骄傲，小过头得意忘形啦。得意忘形，就会失败了，真惨。所以今仔日保罗先生也对咱讲，这个信仰的制服，就是咱基督徒的制服，中间一个真重要的要件，就是爱脱去迄个骄傲，爱穿这个谦卑、一个圣洁的衫。伫即个，咱咧讲骄傲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厄古斯丁伊认为骄傲是一切罪的源头，是上界大的罪啦。为什么？骄傲上界大的问题就是掠家己做中心。当一个人感觉家己足敖足好，用自我做中心的时阵，伊慢慢的安尼。哪来哪偏颇家己，哪来哪压高家己，到落尾，伊就要取代上帝。虽然看到真侪人虽然是人，但是伊咧做上帝的代志。譬如讲，咱看到真侪人咧人审判，讲这个人安怎安怎安怎，这个人毋对毋对，咱知影审判是上帝的代志。咱人会当做判断，但是袂当做审判的工，袂当做定罪的工作。所以一个人若过头高估家己的时阵，就将家己取代上帝。
俄国书顶咧讲吼，骄傲上界可怕的所在伫倒位？咱一切的邪恶吼，咱若咧犯罪的时阵吼，咱拢知影即个代志是无好的。譬如讲，咱去人偷摕一项物件，咱去人偷摕的时阵，咱就感觉讲啊，即件代志无好，吼，即项偷摕这是毋对的代志，吼，所以咱会感觉讲这是一个邪恶的代志，这是一个毋对的代志。但是骄傲即件代志吼，往往毋是产生伫邪恶中间，是产生伫良善中间。为什么？因为就是一个人感觉伊真好嘛，所以伊较会骄傲嘛。那伊若感觉伊家己无好，家己有缺点，伊就较毋敢遐尼骄傲。但是如果一旦有一个人伊感觉家己足好，我绝对对，我绝对无毋对，一切拢是我对，安尼这样的骄傲啊。所以骄傲毋是产生伫邪恶，是产生伫良善，这是伊上界可怕的所在。所以咱今仔日爱好好来面对即件代志。关系骄傲甲谦卑即件代志，牧师有3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先爱分别一件代志，吼，就是自卑甲谦卑即两件代志是无共款的。伫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中间，有时会出现自卑即个词，吼，但是伫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这自卑这个词，吼，其实是谦卑的意思啦，吼，伊是自我谦卑的意思。甲咱一般咧讲自卑感，迄个自卑是无共款的。牧师即摆要讲的，就讲自卑感，这个自卑吼，甲谦卑是无共款的。圣经中间的自卑吼，你来讲一般咱咧讲的自卑感的自卑，就是讲一个人，伊对家己有强烈的不足感，甲无安全感。伊感觉家己的能力无够，伊否定家己的价值，对家己的评价真低。即款人伊就会自卑，伊就会无安全感，伊会常常感觉伊家己被拒绝、被看轻、被弃杀。但是谦卑甲这个无共款，谦卑是家己知影家己有上帝互咱的恩赐，咱有一寡优点，我愿意肯定我的优点，但是谦卑的人也知。我毋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依然有缺点，所以我需要我靠上帝开力来超越过我的缺点。所以我需要谦卑落来，这就是谦卑。所以关系这项，咱来学习三个特质。第一，就是咱一定爱真清楚去明白咱家己，明白上帝互咱的恩赐是啥物货。上帝互咱的优点伫倒位？咱来运用咱的恩赐，甲其他的人的恩赐互相配合，来完成上帝互咱的交托。上帝互咱有能力，咱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好好知影咱家己的优点伫倒，来发挥出来。但是同时，咱嘛爱知影讲，咱是无完全的，咱是有缺点的，咱是有软弱的所在。爱求助人民，咱就爱倚靠上帝，去克服家己的软弱，靠上帝刚强起来。一方面无轻看家己，一方面嘛无偏袒家己。最后一项就是，咱生命中间爱充满感恩啊，因为咱知影，毋是咱熬啊，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互咱有恩赐，所以咱会当运用咱的恩赐来做一寡代志。可能会成功，上帝嘛知影咱有软弱，互咱会当闪避这软弱，咱才有可能有一点仔成就。所以咱生命中间为什么会当有成就？毋是咱家己熬，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咱应该爱充满了感恩。这是谦卑的第一项，就是咱上面无自卑，但是咱明白家己有自信，然后爱谦卑。谦卑的第二项学习的，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喻。耶稣讲有2个人来到圣殿内底祈祷，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某税是抽象的收税啦今仔日咱看圣经的描述，咱已经知影结论啦咱拢感觉讲法利赛人是一个无好的这某税反倒转会去互上帝看做是义人，但是咱来理解伫耶稣迄个时代听故事的人，甲咱的情景无啥相共，伊也毋知结论啦。当耶稣讲有两个人出现，因着注意听，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伫因的心目中是绝对的好人因为法利赛这字原本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迄个时阵，你若要做法利赛人，毋是清清彩彩的当做法利赛人。耶稣迄个时阵，法利赛人无偌济人迄阵应该有几千人是法利赛人会当被称作法利赛人。因为这群人因是分别为圣，因严格去要求家己的生活，爱保持生活中间的圣洁。因尽力要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因严格去遵守当时阵律法。所以伫律法顶面，因的行为算作是一个好人。一般人做袂到啦。所以这群人大概是真敬重的一个法利赛人。但是到耶稣迄个时代，这法利赛人已经拢变做是做表面的功夫啦，无去了解迄律法背后的精神。另外是一个某税收税。收税是当时阵大家看这人讨厌的人，因为伊是当时咧替罗马的殖民政府工作的人，是替外邦人来欺负犹太人的人，所以一般人拢真讨厌某税。所以耶稣一开始介绍这两种人出来，因两个人当时来到圣殿祈祷，这听故事的人一定讲安尼。耶稣一定是要学了法利赛人，要谴责这个某税。但是耶稣继续讲这法利赛人徛在祈祷徛起来，然后头悬悬，对上帝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安尼，遐尼贪婪、遐尼不义、遐尼淫乱，佮无亲像我边仔迄个某税。我一礼拜禁食2遍，佮奉献全部收入的1/10。你看我偌敬虔啊！这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祈祷咱看伊的祈祷完全是咧偏袒家己的敬虔。咧对上帝讲我是对你偌尔重视，我都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一切，甚至比律法更加严格来控制家己。你看我遐尼好。遐尼敬虔的服侍你，这个某税完全无共款，徛伫，连徛我近这个圣殿嘛毋敢，连头举上天嘛毋敢，只有推家己的心肝讲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只有做这个祈祷。两个人的祈祷完全无共款。最后，耶稣做一个结论那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大反转啦。大家原本在是了，所以耶稣要学了这个法利赛人，要谴责这个某税。但是耶稣讲：“我同恁讲，这两个人回去了，伫上帝眼中，迄个义人是这个某税，毋是迄个法利赛人，因为上帝要将迄个自高的人降做卑微。”却要高举迄个自甘卑微的人所以这个时阵听众较听得出来，原来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上帝。一个骄傲的人是被上帝拒绝的人，反倒当一个认罪谦卑的人是上帝所接纳的。法利赛人上界大的问题就是。伊掠家己做义啦，伊认为
伊比别人较好，哦，甚至伊感觉讲，伊隔壁迄个某婿根本都无资格入来圣殿，只有伊即种人才配得入天堂，才配得称作义人。伊过头骄傲，反倒当互伊失败。伊袂晓去反省伊家己，会晓反省家己的，就是迄个某婿。伊知影家己是一个犯罪的人，是袂堪得上帝赦免的人，所以伊认罪，反倒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耶稣基督嘛安尼人讲，讲你为什么只看见兄弟眼中的柴油啊？却无看见家己眼中的迄个大苦茶，大苦茶。你的眼中若有即个大的茶苦，怎样会当对你的兄弟讲，互我来去掉你眼中的柴油啊？所以耶稣讲，恁这伪善的人，先将家己眼中的即个大茶苦除去，才能看清楚你兄弟的眼中的即柴油啊，来拣出来。所以，牧师期待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拢是家己会当反省家己的信徒，毋是去定罪的信徒。有时阵咱看去别人犯错，咱毋是去来定罪，反倒当是反省咱家己。如果咱伫迄款的情景，伫迄款的立场，咱敢会犯了相款的错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爱毋通自义啦，爱自我反省。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有自我反省了后，咱阁爱谦卑落来，爱悔改。因为反省吼，好亲像咧照镜相款，会通看出你倒位无好。但是认罪悔改、谦卑，就是将这缺点来除去。伫骄傲这件代志，谦卑认罪会带来医治的效果。咱伫经文中间看见迄个抽象的、迄个收税，伊深知家己罪孽深重，所以伊的动作就表明出来。伊远远徛着，连头都毋敢举天，去看天，对家己的形象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罪人。这就是种认罪的态度。伊真心认罪悔改，所以得到上帝真正的赦免。所以认罪有医治修复的能力。圣经同咱讲，如果咱家己讲咱家己无罪，就是欺骗家己，真理就甲咱无关系。如果咱向上帝认罪，伊是信实公义的，伊要赦免咱所有的罪，洗清去咱所犯一切的过错。咱古书的作者也安尼讲，所以你若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互恁得到医治。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咱也爱明白一件代志，要去除掉骄傲是真困难的，因为当一个人感觉伊家己真谦卑的时阵，伊就是骄傲。所以牧师若讲到这，你心肝想讲啊，今仔牧师这毋是咧讲我。我无亲像法利赛人遐尼骄傲吼，我足谦卑的吼，安尼你就是咧讲你啊吼，你得爱改变吼。啊，要安怎改变？上介好的方式就是求上帝来更照咱，互咱明白咱家己软弱的所在，去除掉咱的骄傲，谦卑认罪，安尼就的确得到上帝的怜悯甲赦罪。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光照阮，互阮看出阮家己的不足，会当反省阮家己，无做一个骄傲的人，反倒当愿意谦卑认罪，完全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请咱做个备愿心来，准备明早起的圣餐。请咱做来吟诗圣诗第217首，受悲迄暝救主耶稣，请起立来吟。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陪餐者，三甲来甲主同坐道，共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愿意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记那着我担当大，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伊也安尼讲：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咧。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我对主受耶巴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虽然十声照伊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按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
主，阮谦卑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咧伫你面前所小事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我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伸出咱的双手，恭敬来接受这个圣餐。咱一方面感谢主，伊拍破伊的身躯，为着救赎咱。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用恭敬的心来提这个杯，在心中感谢主，伊流出宝血，咱的罪得到洗清去。
这个杯是新约伫主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我的食物。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让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继续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咱每一个人的座位前，拢有无共款的奉献地。请咱照咱的心意来摕迄款的奉献地来装伫内底。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就像阮诚心的奉献，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甘纳。愿阮众人伫你的面前蒙恩，愿阮实实在在诚做你所拣选的囝儿，是尊贵的，是受祝福的。想使阮伫天灾地变的中间，
有缘甲主相同行，受祝福满满。我们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接下来做几项的报告。第一项，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教会学校纪念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总会属下台湾高中、真理大学、马偕护专、马偕洋院等等教会校的校务、教学以及学生的信仰学习。具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张向温姊妹甲尚建武兄弟，定伫4月13本礼拜六下晡2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第3点，吴伯珍讲义所的专题讲座是4月21日礼拜后来举办。若要报名参加的，要需要提供简餐的，请来报名。咱这边的题目是音乐甲信仰的教会，韩卫博士的医疗团队甲用名。讲员是郭文华教授，是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甲因的管乐重奏的团叫做爱兴铜管重奏团。请要参加的来报名。那如果你是团契也是小组，你向恁的会长也去报名。第4点，总会友会的消息有服侍、祈祷、甲布道的训练会。对4月7日开始，总共有7节课。每礼拜早起暗时各开一班，地点伫9楼联谊厅。课程的内容，请咱看周报的第7页。第2项报告是拄着上帝宴会，时间伫4月12到13，拜5到拜6。拜5暗时7点开始，拜6 9点到下晡4点。讲师是老凤贵团的师甲牧师团。地点伫7楼礼拜堂，透过4名的探讨甲清理，来打破过去的限制，互圣神来医治。第6点，到社委员会的消息，后礼拜日4月14礼拜后，伫109号的3楼，有壮阔台湾联盟办理激浪救助训练课程、后盾计划创伤止血进阶课程。这课程是提供予有接受过初阶训练的学员报名到今仔日10止，所以若要参加的人，请会记今仔爱去办公室来报名。最后一项报告是咱这个清明的节期。咱用感恩的心来追思怀念咱的故人，伫生活中活出先人美好的信仰的生命。要透过礼拜中咱播放追思的影片，来安慰在世的家属，搁来纪念过往的亲人甲兄弟，
做伙来体会上帝的疼甲教会的关怀。4月28以前，也个会当来交相片，来互办公室来处理。咱只是来看一段影片。这个时阵，牧师要请大家起立，咱用30秒的时间来对视咱伫天顶的肢体甲亲人。
节目结束，请坐。牧师这个时阵要来介绍新的朋友，毋知咱中间敢有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姊妹？无。咱今仔日也要进行即期的中保代祷代祷者的誓约。咱请伫即段中间要誓约的兄弟来代祷者来到头前。当恁受呼召来担任教会的中保代祷者，恁着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恁敢有愿意接受上帝赐福差派，献身伫中保代祷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有愿意安尼做啊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中保代祷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即个中间。愿意忠心参与伫即个事工中间，恁有愿意安尼做啊无？愿意。恁敢愿意伫遵守代祷式内底，为着教会也是个人的代祷事项，只有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代祷事项以外，所有代祷的内容的确对人保密，恁有愿意安尼做啊无？当我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诚做教会中保代祷者，因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请恁向后转。咱用拍谱来鼓励因。咱上时也当积极参与伫代祷的事工，就是咱若知影有啥物需要代祷的事项，还是讲人需要代祷的，请咱会当写代祷卡。这代祷者就会伫即个代祷室内底来服侍。咱搁一遍拍谱来鼓励。好。请阮做伙起立来吟上咏圣诗第510首《俄勒天顶主宰》。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岛社温共受差遣。